1948年，刚延完理想军，我突然肺病吐血，差点送了命。想不到35年以后，病魔又悄悄地降临到我身上。偏偏那个时候，院里已经签订了到香港去演出的合同。报告出来了，是癌呀。夏医生，就算是癌症，希望手术彻底，但是他又是个演员，希望夏医生能够考虑他的艺术生涯。老夫，我今天蛮好，我想讲能去演出的。你好好的休息，休息好再说。出院以后啊，我还要叫你们洗，还要到香港去演出了。老师，你别再想演出的事儿，稳重最要紧。像你这样的手术啊，起码要休息1年。1年啊，至少也得半年吗？哎呦，不，我不能失信于观众啊！当风免得他衣裳天尽天哦。方知这上海风波血雨生，天阴与君从下逢船堂长君把
子门，我要给郎君写着字，要为郎君帮来生。哎呀，郎君啊，我劝他必为功名，我素来富贵荣华事事为云，我要让世人看看，情来女子有何才，世俗偏见，功利何成？大比自己才今年，青云一路你总是等，方成啊，你替我意，你莫问呀写一片苦心。刚才我听了《李娃传》，想起了一件事情啊，我叫曹雷，也是一名演员。1983年的春天，我和几位文艺界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演出队，到上海的各大医院为癌症病人做慰问演出。我很意外的在肿瘤医院的病房里面见到了年已60旬的傅全香老师。那个时候他刚刚开完刀，只有3天，身体很虚弱，身上有一条1尺2寸长的刀口，时时地折磨着他。可是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8个月以后，一位香港回来的朋友说，他刚在香港的舞台上看到了傅全香老师演的《李娃传》。当时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说傅老师啊，他是要戏不要命啊！因为我知道，像他这样的手术动完了以后啊，那右手不要说抬起来，连摸到耳朵都很困难，更不要说《李娃传》的题目那场里还有一组那个抬手拔簪这么一组动作。后来我听到有人告诉我说，为了这次演出，傅全香老师在排练当中用左手托着右手，一遍一遍的来练这个动作，每练一遍，那脸上豆大的汗珠就往下掉啊。当时的朋友和他的同事都劝他说，傅老师啊，你就不要练了，到时候你做个假动作就行了。可是傅全香老师说，哎，那怎么可以啊，观众是买了票来的，我要对得起他们呐。这话说得多平实，也多朴素啊！可是，谁能想象得到，为了对得起观众，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？在舞台上的光晕里，他那天演出的时候，他演的李亚仙，抬起右手，拔出凤簪，还在空中画了一道漂亮的弧线。再细心的人都看不出他这个动作做得有什么异样，可是有谁知道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贴身的一层一层的纱布都给鲜血浸透了。为了做这个动作，他的伤口崩裂了。傅全香老师啊，他真是用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诺言。
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自己的观众。他用生命创造了奇迹，他的一生就是这么献给舞台的。此时此刻，回首我走过的路，耳边又响起了我父亲洪亮的声音：向郎啊，要看到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就在于一呢，侬个名字上了霓虹灯，侬还是要永远记牢，侬是自家学生，要好好学习，要做戏里面的好喏。向郎啊，要记牢啊。风却东南飞，雾里一徘徊。从文学作品到舞台艺术，南魏先生作为编剧和导演功不可没，为了得出诗化的意境，无论是演文还是唱诗，他都有所带会。作为演员，怎样通过声腔和形体的创新来塑造刘兰芝这个人物兰花一样的品格，成了我当时在艺术创作中一个新的课题。我与你结发共甘苦，贫富本为谁君度，不惧同生俱同死，但君不把我故你看傅老师画的这幅梅花图，哎呀，笔法流畅，苍劲有力。这梅花上的点点多多，代表着我们傅派子弟学生是啊，长大的戏迷。哎呀，
梅英，老师，老师你好，哎呀，李青，你好，何老师，林娟，侬好，老梅英侬好，我又该侬意思侬忙来了，今朝真巧啊，是啊，又不是阿拉傅老师啊，今朝70年舞台生涯，阿拉梅娟嘛，真是一个晚上。哎呀，阿拉个小当了老师的学生，真是当年哪能会介喜欢腐派艺术的呢？阿拉傅老师优点实在太多了。阿拉傅老师声优美，是个我是清晰啊，气血上香，贯通是个，真是啊。为啥呢？伊特别是感人。人物，是也是有声有色，是呀。当年知名的音乐家刘志珍老师曾经讲过，对呀，阿拉傅老师是喜出花腔女高音，是啊，哎，那是我个人来说吗？哎呀，是啊，一段对啊，我没迟到。对，刚才那个傅老师在叫我《孔雀东南飞》里边的唱段，是吗？对，该应该给我们唱一下了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唱。你唱给我们听，先唱，好吧？好。傅老师，我们先听他唱。特别好，好的。我是金开一大波观察，才貌出张莲花，当初何必千美用功欣赏我，也必曾把你教子满中堂，成婚3年夫生在早饭供养恩义堂，关心是苦，今朝去切，我今生了难。今我也无别忘，我把张脸见绿香，相恋了70，落英并足花，虽算是生意先不也比。你从去，心生是有心悲家，是不不做你留神，我了公去见你梦。
那个越南过去，我做个好像压缩，我大概这个是比较是普及了少的，没晓得那个打压了，是什么事了？在会上跟打压，孔孝东那边后代的一个是，结束的一篇作品，吴老师，结束这生活跟传统的这种手法，让大家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，他剧本变成了戏，戏变成了人物的动作之后，我就看得到他有另一种的改人之身。我这一段话又画了几张了，你看一下，对的作品就是想起了那个时候这个学习粤剧对我很有帮助。趁此机会嘛，谢谢粤剧，谢谢这个老一辈的艺术家。送情不要心明转，离家务与日关情心酸，彼日男子将离远，无恨你怒杀曾经母。男子原是无辜嘛，这一次是是诉无意可惜，留在家里不管，另一不能送我返家园，你莫怪男子心肠不呀，送情啊，男子心中是坚穿，只要你心事贴上天，男子是同不为伴，他盘山。风霜
想起净土，我很怀念田欢先生和他的夫人爱我大姐，因为他们的生花描对，让我有机会塑造一个真正善良的女性。交给你，为了净土这出戏，我们得到过许多前辈艺术大师的热情教诲，这段往事始终铭刻在我的心中，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。在这里休息一会。娘子，来阳相聚两年久，你我的恩情两续，春花秋月来相随。愿这愿朝日在鳌头，此去查得共饮醉，并肩眼前共度春秋。倘若门上多深深，你早日回家切莫大言。郎君今年25，归隐今年27，青春既乱烟波，只有一个范蠡大夫范典贼。好啊！哎，找你，来。哎，好，王老师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啊，可以啊。小心好，来，我再来介绍一下。各位就是到傅老师还说了5年一个导演，沈巴老师，他叫啥？谭老师。谭老师好。秦探啊，是你们傅老师的精心力作。是啊，傅老师在这个戏里有很多的创造跟突破。李普如山6字调就是傅老师创造的。哦。还有武车上的水袖也是傅老师第一个使用的。啊。说了对吧？你们傅老师啊，很早就醉心于京剧的程派艺术。哦。他曾经拜陈彦秋大师为师。鞠躬拜师的陈先生呢，还称傅老师是我们越剧界的陈彦秋。啊，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事情。哦。你们今年几岁了？我21岁了，我也21岁。好，王老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小张是陆派的传人。小陈呢，可以说是傅老师最年轻的学生。哎，我真佩服傅老师，有这么多的学生，一代又一代啊！是啊，可是傅老师说了啊，说你们不要看我的学生多，其实啊，我的老师也不少。啊，是啊，我知道，我们傅老师曾经向老前辈施银花老师学习过唱腔。对，还有小梁玉梅老师。是啊，很早以前，傅老师还向昆曲传字辈老师学过昆曲，朱传明老师。
还到四川，向川剧名家杨由鹤、周慕莲老师写过原告来。哦，周慕莲我们知道，对，周慕莲是川剧界的梅兰芳。对，傅老师在行路里边还向那个绍剧语调学了好多的形体动作来，用到豫剧里边。但是现在看傅老师的演出资料，好像看不出有其他剧种的痕迹。对，要是让你们看出来有什么其他剧种的痕迹啊，那他就不是傅全香了。是啊。要记住了，一个艺术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一个字，什么画。哎，沈哥，哎，好了，围巾了啊！好，你都叫养活了啊！好了，3分9演员准备啊，各就各位。冤枉郎在京都，身体不良，遭公头办地界，快死于贼无难，向他来讲，交归义无情愿，一生想冤枉郎文章得意，扶摇在上，最傲腿旁归子，一句名扬，那时间夫妻们双双进都不是那人无常，这女郎三字下唐啥事我不中王法，愧叫他虽在营里为来养，夫妻们不宜错误，刚着谁衙役过营山林，两红马关
心难息，层层相思花会成。不与我自力滚滚，正一生开生夜，你细听分明，早不应我的一向丧命，可怜我妹生野花，长眉无声，风雪天俱忘愧，我与他萍水相逢，结成婚姻，夫妻相爱2年整。我盼他每夜里苦痛大三更，那王魁上京把事应，我一曾与王魁同到神仙大事明，实指望生死何福与他共命啊，想不到此生此面不王魁他中了状元是旁了本，他经过迎娶再去与主心生，把两银子一天无路，实地不完门，是这等为心诚，层层功臣。王臣生之正义是差引与我归隐，大的文令与我责正，与我责正，黑生呀，我总是望见也关心。
海神爷，我的话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念桂英孤苦伶仃，你就替我做主吧。什么？我可说了半天，你是一点也不理睬我。那天我以王魁才出名字，我是潘官爷和小贵哥你们做的见证吗？什么？你们也不理睬我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已经王魁送了长月，又是丞相的女婿，你们是怕他，不管杀他，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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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，我要。你们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焦桂英，一无钱，二无势，是个眼花女子。我该是人家欺负的妈。天不应欺我焦桂英，不明自身。黑神爷，正当你无事多当真，关于曾经的恩情，常为你今生。你什么可诉？
真，归隐只有一条死路了。死，哎，我就是死了，也要给那王魁。